虽然线上现在人不多，但是我们一样就开始，看看待会我们再回头上这样子。好，我们已经进入到构词的第14个单元哦。我先来念一下例句：Ibusung ko bisa lumaan rumahku。Ibusung ko bisa lumaan rumahku。中文翻译是：我盖房子的地方在台东。那这一句里面，我们来看哈，Ibusung就是地点在台东。地点或者是时间的话，我们前面一般都会放这个一哦，也不送在台东。那有时候时间我们也会放一这样子哈。故比萨鲁马岸，比萨鲁马岸，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构词实事的要说的这个构词法的单元哈。比萨鲁马岸。我们叫做还罪哈，因为你看这个词的字根是罗马，罗马的前面有罪词，而且是复合型的罪词哈，b 跟杀，那后面呢有一个 an 案，比较罗曼，所以我们一般因为它是前缀后缀嘛，所以我们都称为环罪，环绕的环哦。比萨罗曼案，我们的翻译哈。我们通常会讲它有两个，一个是地点或者是时间，这个是怎么看？只要你的字根后面哦，各位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判断，字根后面有一个按这个很可能就是讲地点或者是时间哦，几乎都是这样子哦。那什么时候会表达地点或是时间，就看前面的，你要讲的是地方呢还是时间，就这样子。那这个 B 跟这个沙哈，这个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讲过，沙就是要做形成什么东西，所以它会形成的是中文意思是种植，种什么东西，或者是制作什么东西，或者是生产什么东西。萨鲁玛，所以我们会翻成盖房子，所以它是制作房子哈。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萨古苏伊，或者是萨特福斯、米萨古苏伊、米萨特福斯，就是在生产什么东西。其实生产也包含种植啦，啊，那我们也可以单单指种东西哈，你就是你杀什么杀什么。好，现在这个前面红色的这个，我们多加一个 b 杀。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哈，第二行这个公式哈，Misaruma，我们来看看这个 Misaruma，我们会叫做盖房子。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中文意思变成盖房子的地方，或者说盖房子的地点，或者是盖房子的时间，我们会在后面加一个 an，但是前面这个 mi 呢就变成 b，所以 Misaruma 盖房子要变成盖房子的地点，就是 Bisaruma an，好，就这样变。好，那我们再请我们线上的几位同学哈，我们来试试看造一下句子。那不要使用我用过的，我已经使用了这个罗马啊，你试试看用别的字，然后呢把前后都换一下哈。好，我们现在开始啊，写写看。
因为我刚刚在说的时候，因为陆陆续续都有人进来了，那我再说一次哦，重讲一次。我先来念例句哦。Ibu sungguh bisa lumaan rumahku. Ibu sungguh bisa lumaan rumahku. 我盖房子的地点在台东。Ibu sung 就是在台东。那我们讲地点的时候 i s i g u i t a b a 我们会放一个 e 哦，在哪里，在哪里哦。那有的老师会讲那个只是介系词哦，我们这边把它翻成在啊，在台东，一抓在哪里这样子哦。Go bisa lumaan，这个是我们这次要练习的哦。bisa lumaan 构词的方法。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公式，不好意思。我们以前有讲到说弥沙前缀哈，弥沙鲁玛叫做盖房子，弥沙古穗就是生产那个亚香茅了，生产制作。然后你叫这个弥沙后面加一个字根，它就会变成制作什么、生产什么或是种植什么。那如果我们要变成一个地点，对不对？我盖房子，我要一个地点嘛，那你的地点在哪里？比萨鲁马岸，所以我们后面要加一个 an，那前面这个米沙改成 b 沙，哦，米沙改成 b 沙，后面加一个 an，就会变成你盖房子的地点，这样很简单。来，我们来试试看，把例句写上去。我们都是用一样的方法，就是我们写完例句之后，就请同学来念一下，这样。好，我自己先提供我的例子好了，因为这个是我的例子是以下部bisa tebusan na ina，因为这个是我的印象中很真实的事情了。以下部就是小布，就是长滨的北边的一个小村，哦，一个地点。以下部故 bisa tebusan na ina，因为我妈妈他们年轻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糖厂，他们在那边做，所以那个比萨德福山就是生产甘蔗的地方。所谓的我这里写生产甘蔗，是因为比萨萨德福斯，它不一定只是种植哦，因为他们那个糖厂都要制作糖，制作砂糖啊、红糖啊，所以它是一个生产线。所以 Misa 的 Boss， 我要让它变成一个地点，叫做 Bisa 的 b o 那个 Misa 改成 Bisa 哦，然后后面加一个 an，Bisa 的 b o 哪一那哪一那这个是呃人称代名词，专有人称代名词的那个复数啦，因为不是只有我妈妈，就是妈妈他们的朋友啊、兄弟姐妹啊，所以是妈妈他们。哪一那？下部古比萨布特福山那一那，妈妈他们生产甘蔗的地方在城子埔，这样子。我这样解释应该大家都听得懂了。好，换你们。好，现在好，请苏璇老师来念一下你的例句。伊达鲁安谷比萨尔巴罕尼那，妈妈酿酒的地方在公寮。伊达鲁安谷比萨巴罕尼那，比萨巴罕就是制造酒的地方，所以我们简称叫酿酒的地方。也在哪里呢？大陆岸，他讲的是地点哦。好，谢谢苏贤。
我这边说一下，那个有的部落讲那个达鲁岸会指的是部落的活动中心啦，就是那个广场。像我们部落就会讲达鲁岸，就是讲那个部落的活动中心，就是一般来说是举办丰年祭的地方都叫达鲁岸。那有的会说是公寮这样。还有没有我们线上的老师同学可以放下你的例句哦？像刚刚苏贤老师所提供的这个句子哈，Bisabahan，我们一般来说，造酒，因为它是制作酒嘛，制作酒，现在有没有别的技术我不晓得。制作酒一般现在都是用酿的嘛，如果有别的方法，就是有别的方法来造酒的话，可能就是看你要的那个去，就是不一定是酿酒。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目前我知道的造酒的方法只有酿酒，对生产酒的地方当然就是酿酒的地方了。哦，如果说你有知道别的方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那个翻成你知道的那个造酒的方法，这样也可以。而我们请那个法利乌斯来念你的例句。以早嘎古米萨西拉万纳维纳，妇女们做腌猪肉的地方在厨房。以早嘎古法利乌斯你好像笔误对不对？比萨西拉万对不对？还是米比萨萨西拉万？西拉万不是米萨西拉万。笔误对不对？纳维纳改正。妇女们，我想问一下法利乌斯，你的部落是哪里？在电关山。顶古里哦，所以你们讲妈妈是讲维纳对不对？对，妈妈讲维纳。那如果所以你这个跟我那个是一样的意思嘛？那伊娜，因为如果是妇女的话，妇女应该怎么说？因为我们的中文理解上，妇女其实也都讲，可能包含那个有没有包含未婚的女性啊？我不晓得，忘了。那个大家给点意见啊，就是说这个妇女是不是都是结过婚的，都是妈妈吗？还是说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38妇女节，很年轻的也在过嘛，没有结婚的也在过。所以不过我先谢谢法律总，你的句子是对，我只是对那个纳维纳分成妇女们有一点那个看法。我们先请智慧来念你的例句好了。好，智慧老师，麻烦。好。以扎张阿湾古比萨萨里兰尼妈妈，爸爸放网的地方在扎张阿湾。扎张阿湾，古比萨里兰尼妈妈。好，那个谢谢智慧哈。不过智慧那个，因为仔细看我左边的那个 PPT 啊，我没有写得很清楚啊。其实我写的那个字根是说单纯词啊，可是你那个比沙那是前缀对不对？可是那个沙里兰是单纯词吗？其实它还是构词欸。沙列，沙里了，沙列，沙里了，哦，对不起，我看错了。三层那个网字。对，单纯词，我搞错了哦。
哦，在张家湾应该是什么地点呢？中文？因为那边在史提平过去，史提越它有东，没有中文翻译？在张家湾我们都在叫它项链，项链村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一个地方，一个海边，一个海岸这哦，样子。在张家湾？因为那边的石头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这样子，就像项链一样，那这一样的话串这样子。是不是只有你们部落的人知道那个叫扎张阿万，对不对？可能对对，这个就很像我们征比的那个啦，嗯以前那个情人沙滩这样，那个也啊，是我们族人自己取的，浪花蟹吗？因为那个，然后来现在比较有名啊，所以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对，好，先谢谢智慧哈。顺便啊，因为我刚刚自己看错了哈，嗯就是我们那个构词 B 沙后面的字根哈，我们先尽量用单纯词啊，因为还是可以放那个构词进去，还是可以放，但是我们就尽量先放单纯词，看看就是看看有什么感受这样子。好，还有没有例句呢？我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比马难，它可以翻成地点或时间。那要怎么样变成地点？就是我前面嘛，以我的例句来看，也不送，因为我先讲了一个地点嘛。那如果是时间呢？如果把这个以不送改成以爸爸真不比萨鲁马安马布，这个就不是地点了哈。我盖房子的时间在早晨就会变这样子哈。那除了把这个以不送以爸爸证，除了这些时间地点，有没有别的？其实还是有。我提供一个，就是用形容词。好，我提供一个哈，你看我放的不是我放下去的不是地点，也不是时间，是一种状态。我们叫形容词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malabon，malabon 也就是已经结束了啊。malabon itu ko bisa kusuyan ni akong malabon，所以这 malabon 它的状态还是形容这个时间的状态了。它不是形容这个这个这个地点哦，马的波尼度就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已经结束了讲的一定是时间嘛，所以后面还是一样，不比萨古苏亚你阿公生产那个亚香茅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他工作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好的不动，所以不一定是放地点或是放那个时间哈时段，这样不一定，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好，如果没有，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学，因为我刚刚其实拖了一下时间，还是没有人放，那我就继续往下。好，构词15，我先来念例句哈，换了一个构词哦。Ilanu no kirang ko piki asingan numaku. Ilanu no kirang ko piki asingan numaku. 我躲避的地点在树下。我躲避的地点在躲避什么？其实我句子里面没有写，就单纯的躲啦，可以躲很多东西啊，可能躲老鹰啊，或者是躲那个躲雨啊，都可以哈。除非我有说明，但是我只是说躲的地方哈。
伊兰努努吉浪的树下啊，吉浪的下方就是树下，兰努就是下方，努吉浪，古比吉阿辛安努马古这是属格哦。好，我们现在我们用 bg， 我们之前有讲这个 mg 变成 bg 哈，它是什么意思？依附嘛，给我们按有没有？还记得吗？那个暂住、暂居，或者是寄居、依附，好。那 migiruma 是暂居嘛，或者是说寄居 migiruma。如果我们要说我寄居的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家里了，像那个蔡中华那个教授的地点，他是写山洞嘛，对，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嘛。所以你要让这个变成米吉鲁曼我寄居的这个地点，就后面加一个 an， 然后前面呢米吉变成 bg， 比吉鲁曼岸就是我寄居的地点。那我的例句呢是 bg 阿星岸，阿星是遮蔽躲藏啊，遮蔽躲藏 bg 阿星 bg 阿星岸。bg 阿星就是去掩盖、保护、掩护也可以。阿信，那给阿信呢？阿信是好，这个我要先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今天也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这个阿信，这个咪巴基这个哈，可能需要有一点说明一下，因为我还是要照顾一下我们就是这个群里面的初学者哦。我们以这个阿信来说了，阿信是遮盖的意思哈，掩蔽或者是躲避的意思哈。阿信单纯词阿信啊，因为前面一个喉舌音，然后 ading 这个阿信。那阿信呢？我们在句子里面，如果前面加一个咪，那就会变成咪型的主动动词，就是当然就是去遮蔽哦，去掩护。不好意思，那这个怎么使用哈？米阿定就是我这个人，米阿定就是我去挡，我去挡东西，比如说米阿定都知道我去挡太阳，我去挡太阳，或者是我用东西挡太阳，这个叫米阿定哦。我去挡，或者是也可以使用挡人，米阿定都打，或者是像打球一样，米阿定就是去阻挡，啊，掩护也可以这样说哈。那如果是把阿定呢？我现在我可能用打字会来不及，所以我还是用说的哈。如果是把阿定是这个八哈，我们之前都有讲过，这个八是使力动，是使谁被阿定哦，使谁被阻挡，所以使谁被掩护，使谁被保护，这样子哈。所以把定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我去把定他的时候，也就是我去保护他啊。但是如果我是阿定，我比阿定他，我去挡他，跟把定不是哦。所以那个一个是受跟被受嘛，不对，把定就是我让这个人被我掩护，这样说就可以了。我让这个人被我掩护，把性都沙发掩护我的弟弟妹妹，使他被隐藏起来，使他被保护起来，这样子。那米阿定呢？米阿定是针对我如果说米阿定都沙发
就不对了嘞。苗线我去挡它，而不是让它被掩护。苗线就是我去挡它，拔电是我去使它被掩护，是这样子哈。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哈，这个可能要去。那给阿信呢 ？AI 哈，我们现在讲的是给阿信，我现在讲第三个，刚刚是米阿信、把阿信，现在是给阿信呢？给阿信这个我这个人去找掩护，就我这个人去找掩护、去找保护，叫做给阿信。好，这样可以理解哈。好，所以如果说米给阿信，要变成一个地点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咪变成 b， 给阿信案就加一个 an 了哈。所以你看我们从刚刚的例句啊，后面都有个 an， 只要有 an 就是有地点跟时间这样。但是前面这个复合最值的部分就会变，反正呢，咪会变成 b， 哦，我们刚刚是 咪沙变 b 沙，那现在第二个是咪 g 跟变成 b g。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了。我讲了那么久，大家应该已经写完例句了哈。我先来念一下这个例句好了。Ilan nukiran ku bigi asingan numagus， 所以是我在寻找一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在树下，是我要躲避的地方。bigi asingan， 好，所以这个 gi 有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去依附什么东西的意思哈。好，淑贤，请淑贤来念你的例句。Hai, ilawas nuliar gitisa lan numaku。我晒太阳的地方在海边。Ilawat nuriar ku bigjisalan numaku。我想谢谢那个苏翔老师哈。苏翔，我想问一下哈，那个这个是你从网络上截取的吗？那个 Lawas Nuria 好像都有看到是这样写。是吧？因为这个绝对是那个翻，这个是中文翻主语的结果，因为我们都讲海边，我们讲看那海边，个很多字典都是这样写。那他一定都是讲，因为他一定是用中文翻主语的啦，因为海的，我们讲海边，边边叫 Lawas 嘛，因为我很少，我几乎也没有听过就是 Lawas Nuria 呢，因为我们会直接讲 Daerah kita area，Daerah kita area， 我们就是去海边。你看中文会变成我们去海边，可是不会讲说 Daerah kita area，Lawas Nuria， 没有这样讲哎。所以这个再查查看看到底那个海边怎么讲啊？就是我用我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去海边玩，我们去海边 Daerah kita area， 我们直接讲海。但是因为中文有海有那个边字，所以很多人就会把那个边直接翻出来，这边 Lawas Nuria 这样子。大概可能要再找一下看看那个蔡宗涵教授那边有没有。所以是不是讲沙滩？沙滩要怎么讲？打佛干就是打佛是那个沙子嘛。那如果打了给他一打佛努利亚就很怪，在海边的沙。所以这个因为那个这个你说的就是日光浴嘛，晒太阳，这个是比较现代的活动啊。阿美族以前没有这个活动，所以有没有可能也没有发明出来这样晒太阳。我在海边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讲 liar 就好了。liarku bi gilaran numaku， 这样就很多人就听得懂了。就是那个老蛙，还有那个不要 liarku bi gilaran numaku，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我这样说可以听得懂哦。比亚不会以为是在海，因为我可能因为我不会族语嘛，所以我的理解以为以利亚是在海里。不会，因为可以就像改成岸边吗？海岸呢？海岸，那海岸的话会怎么说？智慧老师，岸边哦，什么？老师是不是用拉瓦努里亚边？不是，因为这个拉瓦斯努利亚这个是中文翻成族语的结果，你知道吗？我看那因为个在族语里面，蔡中涵的字典好像都是这样写。是哦，那我觉得很奇怪，没有关系啦。如果蔡中涵有写，那就先按照他。那我先提供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要去海边哈。你看我的中文说我们去海边玩，我们的族语叫做达拉吉达耶利亚米萨拉玛，没有讲拉瓦兹呢，直接讲利亚，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包含格利亚的，包含那个沙滩的，甚至于那个就是周遭了，当然就包含那个海那个水啊，所以我觉得啦，那个是中翻阿美的结果啦。如果我不知道现在要不要这样用，如果要这样用，其实也没关系，反正大家知道就好。好，我们先跳过，我们先让那个智慧老师念你的例句吧。Ilirung no kilang kupiki falian nangra，他们乘凉的地方在树荫里。法力是字根哈，比基法利岸，比基法利乘凉，可以。他们乘凉的地方在树荫里。Ilirung no kilang。好，谢谢智慧。好，Yakar Nuria。岸边。这个我会听得懂。Yakar Nuria， 我会听得懂啊。我们都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那个口语的时候哦，还是不会这样讲，但是我听得懂。像我们去海边游泳的时候，或者是不管是坐船或是游泳啊，游累了，或者说捕鱼要回到岸上，就会说啊，来了，都该归海嘎，这样我要回岸边了，就是我要上岸了，来都该海嘎了，这样可以啊，还是听得懂啊？我这个字我很少使用了，海嘎了，海嘎里可以讲那个。点点海嘎了，就是这个世界嘛，对不对？智慧老师，在这个对生活世界，对海嘎了。好，那个我先回应一下苏璇老师哈。如果说蔡中涵那边有这样用，我们就先用也没关系。其实这样用我还是看得懂，还是听得懂，只是觉得很奇怪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哦，还有没有同学有别的例句？刚刚都是地点嘛，那有没有是时间的？一个好干，刚刚有没有写？刚刚都是地点哦。一个好干古，比基吉拉兰，你把奈，这个其实跟这个意思是跟那个我刚刚那个
苏贤老师的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要做日光浴啦。一般来说，我们去给太阳晒，应该都是要做日光浴啦，除非有特别的目的。所以也搞了好干，所以我的是时间。Ikalahokan ko pikitlaran panai 晒太阳的时间是在中午，在中午。好，我们继续的哈，请同学写一下你的例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没有，或者是对于刚刚的句子，有没有一些还是不明白，或是说有想法的，都可以提出来哦。直接说话没关系。那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就继续往下。好，第3个构词，今天的第3个构词，咪巴变成 B 巴什么什么安。好，我先读例句句型。Ipapatsem ko pipakaanan numako tukurong. Ipapatsem ko pipakaanan numako tukurong. Ipapatsem 指的是时间，早晨。地点或者时间，我刚刚有讲，就是前面会加一个一，那我们就直接翻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那个在啊。Ipapatsem ko pipakaan pakaanan mi 八，我刚刚有讲那个八哈，pakaanan是什么意思？使什么什么做了，所以那个如果讲感恩哈，把感恩使谁？感恩是吃嘛，把感恩就是使谁吃，所以吃是谁？不是自己哦。那个八一定都是别人做。我到目前为止，就是八的这个都是给人做的，就是你去让人做。所以不管是什么，把它弄，一定是别人喝，不是你喝。所以一定是别人做事，所以是我们在中文翻译叫做使谁喝，使谁吃，让谁吃，给谁吃。哦，那我们要如果变成像我这个把感恩，我们一般说使谁吃嘛，那其实这样就是有喂的意思啦，喂东西吃。所以我们一般讲喂谁、喂牛、喂人、喂婴孩都是叫把恩嘛。那如果它要变成一个时间呢，就叫咪八变成比八感恩，那后面要加一个 an 哦。不管是时间或地点，就是咪八变成比八，然后后面变成安，就这样子。好，我们来试试看哈，顺便复习哈，边想然后也复习了。我们第一个是什么？一杀，对不对？一杀，第二个是 B D B 八这样子。我们来开始写例句哈。我们明天下课。我们7:50下课哈，最好我们还有10分钟。
如果像这一句，我直接把它改哈，像我刚刚的这个例句哈，以爸爸正补比巴干那么古都不用，我喂牛的时间在早晨。如果要把它变成地点呢，一个面，像我们讲的厨房这个面嘛，一个面古巴干那么古都好哇啊，在厨房喂牛是比较不可能的，所以就改娃娃嘛，以一个面。不比巴干那么古都娃娃就这样子。我喂小孩的地点在厨房，就会变成这样。那我们来试试看练习用别的方式哦，或者说换单词，就是把这个字根换掉。比巴什么啊？好，我们请许信燕来念你的例句。Lafa ko pitala luma nomako， 明天是我结婚的日子。好，我们来看看哈，明天，所以那个信燕，你的那个安诺沙发少了一个 O， 对不对？ANO 安诺沙，然后那个 DAFAK 沙发，对不对？对吗？选字问题，信燕的选字问题是说那个手机的问题嘛？哈，好，没关系，对，你应该是有写对，只是说那个有时候手机或电脑它自己会更正哦。安诺沙发古比巴达拉鲁马案，信燕刚刚可能你没有仔细听我说的哈，那个达拉鲁玛是不是也是构词？如果你再选一个单纯词呢？比巴，你前面就是比巴这个词缀有，那这个达拉鲁玛是不是构词？还是说它是一个单纯词？达拉鲁玛案，鲁玛固，所以只有这个字有可能有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哈，那个信燕，你的部落是哪里？包公哎，哪里？包公，丰滨啊。哦，丰滨哦，那我们很近啊。对啊，很近的话，应该差很近才对啊。比巴达鲁，比巴达鲁马案，因为你那个是构词啊。因为我刚刚说看看能不能用那个，能不能用单纯词的。不过这个比巴达鲁马案，通常那种结婚的都说米提贡啊，或者达拉鲁玛，或者是马阿拉，都是结婚的意思。比巴达鲁马，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刚刚这样想了一下，巴达鲁玛是结婚嘛？那结婚的时间比巴达鲁马案可以了，但是主要是那个啦。这一句是可以的哈，只是我刚刚说我设定了一个规则嘛，我只是说用那个单纯词这样子。好，OK，谢谢你。那我们再请那个智慧老师念一下你的例句。Ibu talku比巴瓦里安年度巴奈，我们晒稻谷的地方在晒谷场。谢谢。Ibu talku比巴瓦里安
念度来，那个我来问一下那个智慧老师哦，我问一下哦，巴瓦利是单纯词还是构词？巴瓦利，它好像是单纯词，对不对？巴瓦利，瓦利才是。它的巴好像不是那个不是最词哦。哎，凯明老师不在线上。那个瓦利这个是他老师你想一下，那个巴瓦利有没有？那个 PA 前面那个巴瓦利的巴，它好像不是词缀，它自己就是一个，哎，它好像没有啊，自己就是它是词缀，它是词是缀啊。词缀吗？对啊。那瓦利呢？瓦利是东边啊，太阳在东边，所以巴瓦利就是晒。哦，那我这里也想错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单纯词巴瓦利。好，那你这样提醒我，所以你这个就没问题了。比巴瓦利单纯词。所以让东西在东边叫做晒，对吗？我这样可以这样解释吗？对，就是我们那个阿美语的这个晒，就是向着东边，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向着东边嘛，所以一般都是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好，我们最后一个哈，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50分下课嘛，休息。那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Bitukutuki i kalafian ku ibanengan nomakutu wawa。我给小孩看电影的时间在晚上7点。Bitukutuki i kalafian ku ibanengan nomakutu wawa。panengan。如果哈，我来问一下那个 Alex，你看啊，你的电影你会怎么翻电影呢？因为如果panengan哦，给小孩看的地方。哦，对。其实我们这一堂课啊，我们这一堂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直翻，有什么东西就翻什么，就是不要修饰，你知道吗？除非你把那个句子弄完整这样子。所以我想错了，抱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一般的能按给小孩看的地方，所以他不一定是看电影。对。看那个布袋戏什么都可以。对。所以给小孩看的时间，这样就好了，没关系。我给小孩看东西，或者说东西，我们因为你的句子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用东西来去看。如果我加一个读一尬可以吗？对，这样就可以了。哦，好，我修改一下，谢谢。对。我现在耽误大家休息时间，我下一堂课再看。没关系，好，没关系。我这样51分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8点整回来。来上课。好，刚刚这个 Alex 已经订正了哈。那我们请 Alex 再念一次你的例句好，订正过的例句。はい、Bitukutuki i kalafian ku ibanengan iga nomakutu wawa。我给小孩看电影的时间在晚上7点。好，谢谢你的更正。这个句子其实有点复杂，但是写得很好。好，我们一样继续哈。我们一样就是构词的部分再继续。
好，我先来念一下例句啊。Di rumahku pilih rengusan namaku. Di rumahku pilih rengusan namaku. Pilih rengusan. Mirengus, mirengus。我们之前有讲那个咪哩就是有那种强取的意思啊，就是有强迫取的意思哩。那如果是要变成，比如说我去摘东西的地方，我后面也就加 an 嘛。我们今天的4个结构词哦，都是这样子哦，后面加 an 就是地点，不然就是时间。只是前面的这个 bisa、bigi、bili 这时候有变化的话，我们对于那个它的那个字句的意思会变嘛。那这个 li 就是有强取的意思，索取了，也能够，所以它是什么？除草、拔草，或者说砍草也可以，反正它是一个把草除掉的一个动作。milirengus。那如果我要变成地点呢？bilirengusan 就是我除草的地方，或者是也可以变成时间，都一样，地点跟时间都一样。那你怎么样去让人家知道你要的是时间或地点？就是在前面，最简单就是前面有嘛，或是时间，你搞好干，时间跟地点很清楚就讲出来了，所以你后面所紫色的，就看前面到底是地点或者时间，这样来做翻译。那一样，我们来试试看哦。我们今天我给各位时间来思想构词一下你的句子，顺便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有4个构词待会又进入到不同的单元，有 misa rumah 盖房子 ，bisa rumahan 盖房子的地方。Mikiating 就是我找地方躲起来，我躲避，我躲藏。Mikiating 躲藏的地方，我这个人躲藏的地方 ，Mikiating 这样子啊。3个呢 ，Mibakaan 就是给谁喂，让谁吃，吃嘛，bakaan 给谁吃，使谁吃，让谁吃，这样。如果变成时间或地点呢 ？Ibakanan 让谁吃的时间，或者是让谁吃的地点，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练习的哦。Milirengus kaku， 我去除草，我去拔草。Milirengus， 如果要变成一个地点呢 ？Bilirengusan maku， 我去除草的时间或者是地点，这样子。好，来看看有没有例句上来啊？所以我讲的速度应该是还可以了，不会很快。那我也尽量去解释，因为我们这个线上课程呢，有很多是初学的，所以我尽量讲清楚。那如果线上有老师，可能就请你担待一点。如果也希望我们线上有老师的话，可以提供一些例句或者是指正这样子。这个是地点，我拔草的地点，我除草的地点在田里。那如果我要变时间呢？我拔草的时间是在早上。Safak 正
karahokan irafi ku pilirengusan numaku 变成时间了哦，很简单，就是前面这个改一下就好了。或者是像我刚刚的方法，各位还记得吗？我刚刚有一个方法，就是它并不是写时间，也不是写地点。我刚刚有一个例句啊，我刚刚是说什么？比如说这个 u 嘛，我把它改成马琳娜，马琳娜就是迁移哈，马琳娜度迁移了，已经迁了。马琳娜itu ku pilirengusan rumahku，马琳娜itu ku pilirengusan rumahku，马琳娜就是迁走、搬走、搬家、移走、离开之类的哈。itu 马琳娜itu已经搬移了，什么搬移了？我除草的地点，别人山的，所以我换地方了啦。人家问说，哎，你怎么没有在那边啊？马林那还多过别人山的吗？我除草地点变更了，这样也可以。好，我们先请马告老师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应该是老师啊，是我认识的马告老师嘛。Uladaya acaku pipakaan aku tufafui， 有吗？老师，你的句子 Uladaya acaku pipakaan aku tufafui。老师，你的句子是对的啦，可是跟我这个设定的这个构词的那个结构有一点点不一样哦。那个 n 那个，就是我讲的是比巴嘎恩难哦，比巴嘎恩，所以你的那个巴嘎恩难，那个难 ，an 也可少写了，对以，不对？也可以。我刚刚有写，我擦掉哦。好，谢所以我谢老师。就说，也是另外一句也可以讲，比巴嘎恩难，巴嘎恩喂他吃的是喂他吃，我是晚上只有晚上时间喂他吃，喂法会吃。因为你写的是塔亚，所以它是时间嘛，比巴嘎难。如果是讲地点，那就是地方嘛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哈，我塔萨亚那个乌跟塔萨亚要不要分开啊？乌拉达亚阿扎，在亚地利的这里，乌跟那个塔萨亚是不是要分开？没有，我打得太快了哈。好，谢谢老师。好，那个同学如果不熟悉的，因为老师没有写中文，我直接用念的。我喂，后面有个法会嘛哈，我喂猪的时间只有在晚上，因为它有一个阿扎，我的沙亚阿扎就是只有晚上了，因为它不会在别的时间喂猪。那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习惯，我的沙亚阿扎就是只有晚上在喂猪啊。我喂猪的时间只有在晚上，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请朱贤老师来念你的例句。Hai, Isafigu Billy Abahan ni Gazao， Gazao 讨酒喝的地方在集会所。好，谢谢朱贤老师。Isafigu Billy Abahan ni Gazao， 找到讨酒喝的地方在集会所。我想问问大家啦，现在还有人在讨酒吗？好像比较不会了哈，有点烦。所以我们要不要
我是不晓得啦，可能以前因为可能在乡下哦，那个经济状况比较差，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到，尤其是丰年祭的时候，因为丰年祭在石壁有很多酒就摆在中间，很多人就趁那个时候去米礼拜，趁有酒的时候去喝了。不过现在因为经济环境不一样了，所以这件事可能几乎很少发生了，我是这样认为。好，我们再请打造来念你的例句。打造有在线上吗？有，我刚开完会呢，马上来上课。119对不起，对，119 119 Biliwarisan ni Panay拔牙的地点在医院。119 Biliwarisan ni Panay。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反正拔牙Biliwarisan拔牙的地方在医院。这个我看那个凯明老师，我们来研究一下哦。医院我们都会怎么讲？会不会有前面一个比白刑案？啊，应该要哈，应该要，他应该是有省略。你用2个构词很厉害。对，就是这样也可以哦。那个同学刚好那个改造运用刚刚那个我们那个 B8有没有？这个刚好就是刚刚那个翠云老师还写的例句，就 B8白刑案就是给谁医治的地方了哈，让人医治的地方一姓嘛哈，那就是医院嘛。B8刑案古，然后又使用构词 Biliwarisan 这个很厉害哦，用2个构词。好，我们先来请王玉涵来念一下你的。119 Bilisabayuan Lumagu， 我领药的地点在医院。所以好，谢谢。119 Bilisabayuan Lumagu Bilisabayu。我来想，我们来推敲一下哈。Bilisabayuan， 一般来说领药会用li吗？因为我其实还不晓得哈，像那个什么，我们现在只是在揣摩一下哈，因为你的这个句子是现代人会用的，以前在部落没有领药的地点，也没有医院了，所以这种说法，部落里面好像不会这样讲，但是现代社会应该会常常使用，因为我们有药局、有医院嘛，所以这句话，但是我们现在来推敲一下。这个医院，我们刚刚有讲说，比白刑案也是用构词法，就是给人看医生的地方，比白刑案这样子。我来贴贴看哈，就是白刑案是医院，那个不知道那个扫码有没有看到？比白刑案这个我们医院的话，白刑案，
我的印象中，我们也很少这样说，所以一定会前面会加一个比白行案，所以这个跟我刚刚所示范的那个这个比八有没有？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给谁的地点？给干嘛的地点哦？给人看医生的地点呢？就是医院。Kubi Lisa Bayuan Numaku， 这个我就会，因为我们从那个现实来看哦，因为我们确实看了医生，也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结完账才去领药嘛。结完账领药的话，领药应该不需要用力，因为那个力有强取的意思，有就是，如果说要，就是那个理有强取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领药好像没有那个感觉。比利时100万，这个有点像那个讨药，好像不是领药，应该是讨药，没有关系哈。如果再加一个阿拉呢？先生，如果再加一个阿拉呢？比阿拉安。哦，翠云老师，你这我一直想到你。啊？哎，凯明，你说什么？不是，我就想说，请翠云老师听听看这个语感对不对啊？刚好我在想到他就讲话。他有写领药的话就是比阿拉安，比阿拉安，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共词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构词是以前的。领药的话就是比阿拉安都是白柚，对不对？就拿药的地方。对，应该是讲，因为他前面有讲一性嘛。哎，他前面有讲，哎。所以如果说玉涵，如果你要中文翻主语的话，我说给你听哈。如果你要中文翻主语的话，就是我领药的地点在医院。Ibibaisingan ko pialaan lumaku to sa payo， 这样可以哈。Ibibaisingan ko pialaan lumaku to sa payo， 我领药的地点，或者是用那个用翠云老师的 pialaan to sa payo lumaku 也可以。Ibibaisingan ko pialaan to sa payo lumaku 也是可以啊。这样可以。但是就这个句子就不在我们这个单元的这个构词里面了。所以我其实为什么要就是用那个构词去框住大家的那个想象力啊？就是说去使用，想办法使用它看看。所以这个例句变成这个王玉涵的例句，就在这个构词的这个练习里面就不适用这样子。但是句子还是可以理解的啦。那我看一下下面，我们先请那个好了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이바바잼 고比嘎饭你妈妈，爸爸刮运的时间在早上。바바잼 고比几个饭你妈妈，谢谢你，正确，谢谢。Yeah. 好，嘎赵老师的，你这个是修正啊，要不然再念一遍好了。好，Ibibaisingan ko piliwalisan你本奈拔牙的地点在医院。好，谢谢你。我这个再说一次哈，因为这个刚好这一句刚好就是就是嘎赵老师的这个，那刚好就是使用两种结构，是构词的方法。一个就是比白行案，就是我现在 PPT 这个，然后呢，
下一个构词就是比利瓦迪散，它使用2个都放在一个句子里面。好，还有没有别的例句？如果没有，我就往下顺啊。我刚刚好像我先回想一下，那我想请郑云老师，如果像刚刚那个扫骂王玉涵写的这个句子啊，比比白心安库，比利萨白尤安努马库，这个可以翻成什么？还是说这样说不好？我在医院，我在医院，我领药的地方在医院，是吗？也可以这样翻吗？比利萨白尤安哦，领啊，是算领哦。对呀、我在医院领药啊，就是药局药房啊。比利萨巴尤，他有加萨巴尤案是吗？有，比利啊，有，他有写比利萨巴尤案。对呀、所以老师这一句也是对的吗？你觉得？一涵的哈。对，一涵的吗？对。比阿拉安不是萨巴尤。老师我是说他那个，如果把他的主语要翻成国语的时候要怎么翻？他那个主语是以比白行安故比利巴尤安努马故，如果翻成国语要怎么翻？我领药的地方在医院，也是对啊。也是对了，也是领药。还比利他那边有比利萨巴尤安，比阿拉安是我们那个修固兰是讲比阿拉安。拿药我们是比较简单，就拿药跟领药是一样的意思哦。了解，好，谢谢老师。所以这样好了，那个玉涵，嘿，老师，是，在刚刚的这一句哈，我认为，因为老师刚刚那个翠云老师，他也是我们的主语老师啦，所以他认为是可以的。比利萨巴万是，那因为我的那个比例哈，我一直故意强调这是那个有强取啦，但是其实他也是就说，可能没有那么强制性的，就是他有索取，我的 PPT 写索取嘛，所以我还是可以啦。所以这一句的话，不过那个前面的那个构词可能要改，就是医院比白刑案这个可能要加一个 B 嘛，是这样子。好，谢谢老师。谢谢。好，好，请智慧老师。好像错了，好像不对。比多山，比多山，不行吗？其实你李杜过李杜丹，李杜是单成词哎。对。会不会有2个 li， 所以不然它的字一样，会省略一个。比对，跟老师的那个公式看起来，这个句子看起来是好像没有不对，对不对？可是因为我有设定规范的那个嘛限制嘛，我说那个是比例，然后还是字根哦，可是你那个是李杜是完全就是字根哎，这边少了。对，少了，所以是不，这句是不适合，不是不对，是不适合再放在跟老师的公式不合。
对，不是不对啦，是跟公式不太一样这样。好，我知道。谢谢。好，森龙哥，你今天用的那个 li 啊，它是不是原来的就是 do 是这个？是不是你转过来的？是这个字哈？对，对，这个，所以这个还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哈，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顺便啦，顺便我再说明一次哈，因为我前一堂课有说过，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词缀，像这个蓝色这个字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滑鼠哈，应该有。这个沙或者是给巴哩哈，我们之前有想过，这个不是我发现的啦，不是我发现，就是说，就是我们几个老师是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后来我们有归纳出说，这个沙，因为它有制造啊、制作、生产的意思嘛，所以它会不会是沙啊的缩写这样子？哦，沙啊，所以你沙啊慢慢，然后变成大家在所写的时候变成沙了哈。那这个 gi 也是一样哈，它因为Miki 嘛，就是我去依附嘛。那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单纯词的话叫 kirim 就是可能是不是有寻找的意思？因为我刚才有讲那个 Miki Giruma Giasin，就是我这个人去依附去找，对不对？去做这个动作，所以有没有可能叫做 kirim 的缩写？那这个八也是一样，八的话是巴上，帮忙啊，就是说巴干我帮谁吃啊？不是说帮谁吃啊，就是说我帮忙，然后让这个人吃，会不会有这样的意思？我帮忙巴上巴嘎米巴嘎恩，变成巴嘎恩的意思了。有没有？那这个哩也是一样啊，是哩多米粒，像我们之前讲米粒风啊，去出草砍人家的头。那这个哩为什么要用哩啊？因为有强取的意思，就是抢，就是摘嘛，取下摘下，所以摘下头，李风啊，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哎，那个翠云老师，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是说我在胡扯？好，我大概提供这个想法给各位老师哈，那给各位老师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思考。那如果说有想出一个很好的答案，可以再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我们继续往下了，我们构词的部分，这4个单元就先告一个段落哈。然后我们又开始回头，来看这个动词的部分哈。我们之前因为我是接着上嘛，所以前面的老师应该有讲过，就是 me 型的动词，对不对？那 me 型的动词，前缀的 me 后面加名词或者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一般来说它会变成主动的动词。像比如说名词的话 me 型。我们咪的后面加浮定鱼嘛，是名词。你浮定就是去捕鱼，它是一个很主动的一个动词，变成主动动词。你浮定以此类推。那如果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开始讲到就是妈型的，我们之前都没有讲到妈的我所提供的都是咪型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妈型的动词。那妈也是一样ma 的妈。后面加上名词、动词，很多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它会表示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人的情绪，比如说
不对，是睡觉嘛，睡，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讲马福电，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状态，马福电表达一个状态，或者是如果是笑呢，达瓦，马达瓦，哦，它显示的是一个情绪嘛，人的情绪在笑。所以一般来说哈，很多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有例外，我目前是还不知道。一般来说，它所表达的只要是妈型动词，一般都是表示状态或者是情绪。那我们来往下看看，我们来练习啊。我先来念这个例句啊。Matayala kuwawa ni Panay台北啊。Matayala kuwawa ni Panay台北。所以你看哦，这个达亚了，这是字根，名词的字根就讲的是什么？工作。那讲马达亚，它就讲的是一个，这个是什么动词？比较表达像一种状态啊，在工作。何谓标签哦？娃娃尼巴奈的小孩在哪里？在北，这是台北嘛？对，台北在台北，巴奈的小孩在台北工作，这样子哦。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哈。所以这个达亚了，我们如果要讲这一句，就不可能讲到咪达亚了，不可能是咪啊，不可能是咪，一定是马达亚了。好，我们来试试看哈。老师有没有参考的字根可以看呢？好，那等我几秒钟，我先 copy 一下啊。我贴出来哈，然后各位你翻一下看看，你用这些妈型的这个动词字根哈，然后来造句，就照我刚刚那个句型这样试着去造看嘛。其实妈型的动词这个字根还蛮多的，我来贴一下啊。老师，你的公式好像是名词，我给的是什么？你给的好像是动词。错了哈。第二个哈，各位看一下哈，我们先用名词哈。上面我刚刚第一次给是动词哦，可能我们先不用，我们先用那个名词哦，妈型，妈后面加名词的字根，其实很多啦，我这边只有写到13个而已。想看有没有这个13个以外的名词，然后你让它结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试试看。所以你看哦，这个达亚它是工作，它是名词。如果我们前面加达亚了，就变成动词啊，表示一个状态，达亚了。我们来试试看。其实这个例句其实很简单，比我们前面的那个构词都还要简单哦。但是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年轻人哦，可能那个咪跟妈会不知道怎么使用，主要是因为也很少在使用这些啦，就是说他可能到底要使用咪还是用妈的。
好，我们先请智慧老师。马里凤高古以阿亚歪阿里拜，我上星期染疫。真的吗？真的。真的。我现在你好了吗？好了，现在自主管理第4天。感谢神哦。马里凤高古以阿亚歪阿里拜，谢谢老师哈。所以有没有人会讲米利凤？我来问一下智慧老师好，如果我讲米利凤嘎古亚尤阿礼拜，这样你听得懂吗？应该是听不太懂。听不懂。对啊，所以它那个咪跟妈，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阿美族的有一些名词、动词，甚至是形容词，它前面到底是加咪跟妈，会有固定的一个模式哈。那我这边先说明一下哦。因为有一些有基础的同学可能就会有疑问，像我用动词好了，我突然想到动词是电是打嘛，电，你是电是主动打，那有的同学问，那为什么 must 电就可以，咪跟妈都可以用？不是哦，因为那个它还是 mistake， 它还是咪型的动词，但是这个 must 是被动了哈，它是被动。是被动，是咪的这个被动是被打 ，must 是被打，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妈型动词是不一样的哈。所谓的妈型动词，并不是讲被动哦。所以这边讲智慧老师的那个马里凤，他并不是讲说被怎么样哦，并不是哦。它是使用它是妈型的名词字根。那染液的话就变成动词嘛，妈型的动词，就这样。如果有疑问要问一下哈。好，还有没有？好，我们请嘎造老师来念。马吉萨古鲁米亚阿尼尼，今天天气出太阳。好，谢谢嘎造老师。马吉萨，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像我接着我刚刚说的哈，既然它是妈型的动词，哦，妈加这个名词这个它变成妈型的动词，它就不可能变成，不可能用咪，哦，它不可能用咪哦，就咪吉萨了，没有人这样说哈，所以这个是妈型的动词，马吉萨鲁古鲁米亚，今天天气出太阳，所以它表达是一种状态啊。马吉萨，马里凤。很多啊，刚刚老师有念哦，马拉后，这也不可以讲米拉后啊，马拉后，所以它是妈型的。还有嘎巴，刚刚老师有透露了2个嘛，然后嘎巴都是名词，那加了妈会变成什么？我请各位同学来造句哦。好，我们请朱璇老师念。嗨，Makapah Gula Fafahian Awawa， 那个女孩很漂亮。好，谢谢苏璇老师。Makapah Gula Fafahian Awawa， 所以不会讲米嘎巴，没有人这样说哈，所以它是妈型的动词，讲的是状态哦，很漂亮。Makapah。其实很多了哈，
保宁，接着要讲还蛮多的。我们要继续往下吗？我们继续往下好了，因为后面还有2个单元哦。如果我们线上同学你还在写这个例句没关系哦，待会贴出来也没关系。那我们先往下。好，也是一样，我先来念例句哈。Matuka ku fafahian asafa anini arumias. Matuka ku fafahian asafa anini arumias. 好，这个 duka 懒惰哈，它是形容词的字根 duka， 所以 matuka 就变成动词，这个很懒惰的意思。fafahian asafa 妹妹，女生的比你小的女生就是妹妹。fafahian asafa 今天 anini arumias。好，所以我需要把这个形容词的妈形的字根写出来哈。好，所以我们待会可能也会用到动词，所以我都已经贴出来哈。有妈形的动词的字根，也有妈形的名词的字根，还有妈形的形容词的字根。那各位你来使用看看哈，你就照我这个例句，我这个 PPT 上的例句写看，改几个字都可以。我这边写嘛都干嘛，那你可不可以写马拉洛？然后后面就随便你写，或者是简单一点的马拉洛克夫，我很勤劳，对不对？或者是你也可以挑战自己的在造句的能力哈，多写几个复杂一点的，啊，看看写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样。我们现在是用形容词的字根哈，我已经贴出来了。老师有一些形容词我不知道意思，你可不可以讲解一下？杜嘎是懒惰嘛，拉洛勤劳嘛，乐是快乐，mangiriu 这个怎么翻？ngiriu 中文怎么讲？歪歪吗？还是哦，好像瘦小，我刚查字典，瘦小。mangiriu 瘦小吗？好像字典有我查蔡中涵的，好像是瘦小。这跟我确认一下。它有几个跟那个古数还有古 bit 好像。你六瘦小，鼓励我们比较常讲是嘛鼓励，那我们忙一六我们会有另外一个解释啊，我不知道他这边有没有写，我看一下啊，也没有。像我们有时候讲那个人的表情，有时候歪一边歪歪的，这样我们就说，或者是头啦，忙一六就是我们会讲忙一六啊，这边没有写哦，还是说我们部落比较不一样的说法？
然后大 U 是什么？缓慢，慢慢的哦。那这个字根哈，可能会有不同的亚群的字根哦，所以有一些可能大家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如果我这边提供的字根，如果你不知道意思，你查查看，因为我是没有把它分成海岸或者说什么的，我是不管，所以有很多亚群的那个字根会在里面。这边有一个，我突然看到哈，那个第12个那个拉拉，哦，我看错了，拉拉是慢了，有的可能男士会讲拉拉，慢慢的。好，我们先请那个凯明老师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了。好，Mararum ku fainayan akaka inajila。我写错了，昨天那个哥哥很悲伤哦，我改一下。好，谢谢凯明老师。Mararum ku fainayan akaka inajila。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用法哈，像但是我不确定别的部落会这样用。像如果说以这个嘎造老师写的这个例句啊 ，Mararum ku fainayan akaka inajila哈，像我们虽然说我们阿美族哈，那个人名啊，有一些会混用，就是男女混用，像刚刚那个玉涵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叫扫骂，所以你看男女都可以了，哦，就是所以有一些阿美族的名字是男女通用的哦。那我们会怎么写哈？我提供一个看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因为这是我们部落的用法。我们会直接讲名字，比如说像以刚刚那个嘎造老师讲 ，Mararum ku fainayan akaka 哥哥嘛哈，我们会讲 Mararum ji Samah kakak， 这样就是 Samah 哥哥，这样就好了。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的话，有的会把它颠倒 ，Mararum ji kakak Samah kakak， 这样我们都会这样使用，没有硬性哪一个要在前面。但是我比较常用是先讲名字，然后后面讲他的身份。Mararum ji Samah kakak inajila 这样子，我们会直接这样用。好，我们再请智慧老师读你的例句。Mahijang tuku mipawalian aku lang， 晒的芥菜干了。脏是形容词嘛，白脏tuku mipawalian aku lang。这一句就比较高级了啦，对不对？因为它有构成巴瓦利安，对不对？咪巴，巴瓦利安阿古朗所晒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古朗所晒的那个。好，谢谢智慧老师的提供哦。好，我们再请嘎造来念你的例句好了。修正的。Mararum ku fainayan akaka inajila。昨天哥哥很悲伤。嘎造，我刚刚有讲那个我提供的那个接引，你有听到吗？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听到了，就是这个这是我们那边也会常常用的啦。就是如果说你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就是直接讲名字是，对，就是扫码哥哥，或者是
马拉鲁姆是扫码嘎嘎，或是马拉鲁姆是嘎嘎扫码，我们那边会这样用，直接讲他的名字这样。如果知道那个人是谁啊，如果我不知道呢，只知道那一位哥哥很悲伤啊。我其实看看那个，因为我们是受限在中文嘛，所以一般我们阿美语可能不会加那个法因那样法黑暗，其实很少。哦，就是会加名字这样。对，哦就是马拉隆古拉嘎嘎这种，可是是男是女，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马拉隆古嘎嘎，马拉隆古拉嘎嘎这样，就是那个哥哥姐姐很伤心，这样没有讲那个没有讲男或女的，但是很多人会一般来说，只要是哥哥，他们会直接就简称叫嘎嘎了，对不对？因为这是大家的习惯了，哥哥就简称叫嘎嘎。那姐姐的话，可能就需要说明，爸爸黑那嘎嘎这样。好，我们先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里巴哈吉嘎造古伊巴桑埃阿当票，嘎造是乐于助人的人。马里巴哈吉嘎造古伊巴桑埃阿当票，嘎造马里巴哈吉嘎造古巴桑埃阿当票。好，这一句我们来研究一下Alex。那个你看马里巴哈吉嘎造，如果我们单看前面这个马里巴哈吉嘎造就是嘎造很快乐。好，跟中文写的嘎造是乐的人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来看后面马里巴哈吉嘎造。呼巴桑埃阿当造，这个就在整个句型来看我可能需要修正我们来看一下，看怎么修正好，我们同学试试看就是我们来修正一下那个 Alex 书的那个句子看看怎么样会比较好。如果我先问一下 Alex 好了。好，你在造这个句子的时候，是不是中文翻主语，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先想好那个中文，然后再翻成主语嘛。所以那我们就以中文来翻主语。好，我们现在就用中文翻主语。嘎造是乐于助人的人。马里巴哈吉嘎造，阿米巴桑都当造。如果是这样呢？嘎造帮助人的时候是很快乐的。马里巴哈吉嘎造。巴桑都当造。好，跟你的句子不一样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把哈这个造巴桑都当造，跟你的这个打造是乐于助人的人，意思很相近，会比较相近。好，我先写一下那我们现在老师可以帮忙一下，我们现在剩4分钟我们就用那个 Alex 书的那个中文打造是乐于助人的人，我们来写写看翻译，一定会不一样，大家写的一定会不一样。打造是乐于助人，我们应该怎么翻会比较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有很多翻的方法。我们来写写看我也顺便写。我把它这个招当这个是我的对，这个
你把它这个照啊，你把当的当照，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但是不是最正确的，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好，我们因为还在写哈，我们先来请翠云老师来念一下例句哈。马拉拉，好，好，好。马拉拉过尼罗阿尼尼，今天部落劳动，有吗？好，翠云老师，拉拉不是很慢的意思吗？不是哦，我们秀姑兰拉拉是劳动的意思。是劳动。哦，拉拉，所以劳动。海岸的话，那个拉拉是慢慢的啦。团体劳动。拉拉拉，所以翠云老师，我们党办那边也是这样讲哦。也是有啊，也是这样讲啊，就是今天是劳动的时间哦，他就会广播马拉拉古尼罗阿尼尼，也可以再加鲁米二，也可以再加鲁米二。老师，那你们的今天是劳动的时间。老师，那你们的慢慢、缓慢、很慢怎么讲？也是拉拉，也是拉拉，也是拉拉，一模一样的字吗？那你要看你的动词啊。拉拉安古达亚。对，哈拉拉就是很慢的，对不对？慢的意思啊。哈拉拉就不是劳动了嘛，就不是劳动了嘛。哎，对。劳动的话要马拉拉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一模一样的字，然后又有不同的意思，可能就要看整句了。哦，就要看整句了。是。好，我们先等看有没有。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帮那个 Alex 他的那个句子翻主语一下哈。打造乐于助人，有没有另外的方法？那我刚刚有修正了一下，是说马里巴哈这个造阿米巴拉的单造，米巴拉的单造就帮助人嘛。那打造帮助人很快乐，马里巴哈这个造啊米巴拉的单造，就是他帮助人很快乐，就是乐于助人。好像意思有一点还是有差。老师，如果他的中文改成打造欣赏、乐于助人的人，可以吗？哦，你说他的中文打造啊，因为哈，你把它这个造啊，叫阿米巴桑爱，当到就是欣赏、乐于助人的人。把它这个造，那他的那个孤要改成都哦，都你把伤害谈到，这样的话，他的翻译就会就是你刚刚讲的，又不一样，好像。可是我刚刚有问那个 Alex 啊，我说你先想好中文再翻主语，他说对啊，所以中文是对的，那他翻成主语就有点意思变了，所以如果刚刚那个智慧老师提供说，如果把这个中文打造是欣赏帮助人的人，